今日同大家傾個超勁爆，你平時行街飲茶絕對聽唔到嘅歷史大秘密。你有冇諗過，平時喺電視度見到，甚至日日喺大銀幕度陪住你嘅某啲大明星，佢哋一落妝，除咗件時裝之後，真正嘅身份竟然係統治過中國幾百年嘅大清皇室後裔。冇錯，清朝雖然滅亡咗，但係當年嗰十幾萬高高在上，過住錦衣玉食生活嘅愛新覺羅皇族，並唔係憑空消失咗，而係隱姓埋名，悄悄咪咪淡融入咗我哋普通人嘅生活入面。可能你依家心入面會即刻浮現出好幾個問號，覺得我吹水。但係你只要仔細諗下，當年宣統皇帝溥儀喺1912年宣布退位嘅時候，成個北京城以至全國各地嘅滿洲貴族、皇宮大臣，加加埋埋有成10幾萬人。呢個咁龐大嘅利益集團喺朝代更替嘅巨變入面，點可能一夜之間無影無蹤？佢哋到底去咗邊度？係變賣家當走難去咗海外，定係改名換姓匿埋喺我哋身邊？最神奇嘅係，有邊幾個依家紅到發紫，你同我都非常熟悉嘅天王巨星，原來留住最純正嘅滿洲正黃旗或者雙黃旗皇室血統。今日我就同大家一爆到底，將呢段被歷史塵埃遮蓋住嘅皇族生存秘史1/5-10啖，向各位街坊市民全盤托出。如果你想知自己身邊邊個朋友或者邊個偶像其實係格格或者阿哥，就一定要留心聽落去啦。講到清朝滅亡嗰陣，成個局勢真係亂到七彩。1912年2月12號，6歲嘅溥儀落咗退位詔書，正式宣告大清帝國260幾年嘅統治畫上句號。當時根據滿清皇室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簽訂嘅清室優待條件，皇帝雖然退位，但係依然可以住喺紫禁城入面，每年仲有400萬兩銀子嘅經費。所以喺退位初期嘅嗰幾年，紫禁城入面嘅小朝廷仲係過住與世隔絕、自欺欺人嘅帝王生活。但係呢種好日子只係局限於溥儀同少數核心嘅皇親國戚，對於全中國，特別係北京城入面嗰10幾萬普通八旗子弟同遠房皇族嚟講，呢個簡直就是一場滅頂之災。你要明白，大清朝在位嘅時候，呢班旗人係唔使耕田，唔使做生意，更加唔使考科舉嘅。佢哋一出世就可以憑住自己嘅旗籍，定時定候去領取朝廷派發嘅份子錢同埋粟米。用我哋今日嘅話嚟講，就係一出世就攞住政府發放嘅終身鐵飯碗。呢種養尊處優嘅生活過咗200幾年，直接導致咗絕大多數八旗子弟，除咗提籠、聊料、聽戲、飲茶、玩鷹弄狗之外，根本就冇任何食嘅技能。當大清一亡，財政撥款即刻斷絕，呢班平時連五穀都分唔清，連銀兩都唔識得點樣自己賺嘅皇室宗親，頓時失去咗生活來源。更加慘嘅係，當時社會上排滿情緒非常之高漲，辛亥革命嗰陣，驅除韃虜嘅口號叫得好響。好多普通老百姓對滿清腐敗嘅統治怨氣好深，呢班昔日耀武揚威嘅皇族，一夜之間變成了人人喊打嘅過街老鼠。為了保命，為咗可以繼續喺呢個亂世度生存落去，佢哋唯一可以做嘅選擇就係隱姓埋名，將自己最引以為傲嘅滿洲姓氏全部改成漢族嘅姓氏。呢個改姓嘅過程其實非常之有講究，亦都反映出當時呢班皇族嗰種既無奈又想保留最後一點尊嚴嘅矛盾心理。其中最出名嘅當然就係皇室嘅國姓愛新覺羅。在滿文入面，愛新呢2個字其實就係金嘅意思，所以大部分愛新覺羅嘅後人喺清朝滅亡之後，就直接將自己嘅姓氏改成咗漢姓嘅金字。好似溥儀嘅親生細佬醇親王在係嘅仔裴任，佢後來就改名叫做金有之。佢後半生過得非常之低調，喺北京一間普通嘅小學度做老師，默默無聞，淡教書育人。直到佢80-90歲過身嘅時候，身邊好多鄰居先知道，原來呢位和藹可親嘅金老師，竟然係大清朝嘅攝政王之子，真正嘅皇帝。除了改成姓金之外，仲有好多愛新覺羅嘅分支，改姓羅、改姓艾或者改姓趙、改姓羅或者艾，
純粹係攞愛新覺羅呢個4字滿姓入面嘅諧音，而改姓趙就更加有歷史淵源啦。因為在宋代嘅百家姓入面，趙錢、孫李、趙姓係排第一位嘅，代表住高貴嘅皇室血統。清朝皇族改姓趙，隱隱約約之中，其實都仲帶着一種老子當年亦都係皇室嘅傲骨。除咗愛新覺羅之外，大清朝仲有8個最顯赫嘅滿洲貴族姓氏，民間俗稱為滿洲8大姓，分別係佟佳氏、瓜爾佳氏、馬佳氏、索卓羅氏、齊佳氏、富察氏、納覽氏同埋柳紅陸氏。呢8大姓氏喺清朝嘅時候出盡了皇后、重臣、大將軍，勢力大到可以隻手遮天。清朝一亡，呢8大姓氏嘅後人同樣紛紛改用漢姓。佟佳氏因為讀音嘅關係，大部分都改成咗漢姓嘅佟字。瓜爾佳氏呢個出咗無數勇猛將領嘅家族，多數改成咗關字。馬佳氏改成咗馬字。索卓羅氏改成咗索或者曹字。齊佳氏改成咗齊字。富察氏即係乾隆皇帝最愛嘅孝賢純皇后嗰個家族，多數改成咗富或者傅字。納喇氏改成了那或者南字。而最後你個出咗慈禧太后，歷史上非常強大嘅柳浩祿氏，因為柳浩祿在滿文入面係狼嘅意思，而狼在漢文化入面對應嘅形象，加上讀音嘅演變，佢哋絕大多數都改成咗漢姓嘅狼或者柳字。講到呢度，大家可能開始覺得呢啲都係百幾年前嘅歷史人物啫，同我哋現代人，特別係同我哋香港人有咩關係呢？關係大啦，因為呢班改咗漢姓嘅8大姓氏後人，在過去嘅幾十年入面，有相當一部分人憑住出眾嘅外貌、獨特嘅文藝天賦，悄悄地進入咗娛樂圈。當你睇住電視、聽住歌嘅時候，你可能根本冇諗過，屏幕上嗰個風度翩翩或者美若天仙嘅明星，按照輩份和血統，隨時係一個正宗嘅格格或者世子。我哋首先就由大名鼎鼎嘅瓜爾佳氏講起。瓜爾佳氏在清朝以出產美女而聞名，後宮入面有好多得寵嘅妃嬪都係來自呢個家族。到了現代娛樂圈，瓜爾佳氏嘅美女基因依然強大到令人髮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全香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嘅就係超級大美人關之琳。關之琳嘅爸爸關山係60年代香港非常著名嘅影帝，而關氏家族嘅根源正正就是滿洲正白旗嘅瓜爾佳氏。如果你仔細觀察，關之琳生得極之精緻嘅五官，大到好似識得講嘢嘅對眼，仲有嗰種天生自帶高貴典雅嘅氣質，你就會明白咩叫做真正嘅滿洲第一貴族美女嘅底蘊。如果放喺大清朝，關之琳絕對係要入宮選秀，起碼封個貴妃或者皇后嘅頂級大美女。除咗關之琳之外，內地娛樂圈依家非常之紅，同鹿晗拍拖嘅流量小花關曉彤，同樣係瓜爾佳氏嘅後人。關曉彤喺北京出世，佢阿爺關學曾係北京琴書嘅泰斗，在文藝界地位崇高。關曉彤因為出身於文人世家，加上自己又帶有滿族皇族血統，所以喺內地網絡上，網民都好中意開玩笑，但叫佢做京圈格格。睇返佢高挑嘅身材同埋帶點英氣嘅面孔，確實好符合當年滿洲旗人嗰種行路帶風、不卑不亢嘅大氣風範。講完瓜爾佳氏，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個在香港娛樂圈舉足輕重嘅姓氏鈕馥祿氏。頭先提過，鈕馥祿氏在現代多數改成咗郎字。講到香港樂壇嘅殿堂級人物，有邊個係姓郎嘅？冇錯，就係我哋嘅阿 Lam 林子祥。林子祥嘅原名其實唔係姓林，據聞佢嘅家族淵源同滿族嘅鈕馥祿氏有着千絲萬縷嘅關係。不過如果講到娛樂圈入面最理直氣壯，自己都承認擁有滿族血統嘅鋼琴大師，那就一定要數郎朗啦。郎朗一出世就姓郎，佢係地地道道嘅遼寧瀋陽人，嗰度正正就是當年滿清入關之前嘅老家盛京。郎朗在國際鋼琴界嘅成就，大家有目共睹。他在舞台上彈琴嗰種激情澎湃、霸氣側漏嘅台風，真係好有當年鈕馥祿氏在戰場上
或者在朝廷上叱咤風雲嘅大將之風。講到霸氣，娛樂圈入面仲有一位大姐大，你一見到佢就會被佢嗰種不怒而威嘅氣場嚇到。佢就係內地歌壇嘅大姐大那英。那英姓那，頭先我哋對照過滿洲八大姓，那姓對應嘅正正就是出過慈禧太后嘅納拉氏，更準確地講是葉赫那拉氏。網上一直有好多傳聞，甚至有人將那英後生嗰陣嘅相同慈禧太后後生嗰陣嘅相擺埋一齊對比，發現兩個人嘅眼眉同眼神竟然有驚人嘅相似。雖然那英本身並不是慈禧太后的直系後裔，因為慈禧太后嗰一脈嘅親屬關係有特定嘅走向，但係從家族血緣上嚟講，那英確實是屬於葉赫那拉氏呢個古老而高貴嘅家族。那英在歌壇30幾年，說話直爽，性格火爆，大牌作風，但係又極具實力。呢種直來直往、天不怕地不怕嘅性格，真係好有當年北方游牧民族滿洲旗人嘅大家姐風範。除咗呢幾位之外，香港娛樂圈仲有一位演技出神入化，攞過好多次影帝，而且形象極之硬朗嘅實力派男演員，佢都係滿族人，佢就係吳京。吳京雖然是在北京武術隊出身，後來去咗香港發展，拍咗好多好出名嘅打戲，好似殺破狼等等。近年仲憑住戰狼系列，成為中國影史票房奇蹟嘅締造者。吳京在接受訪問嘅時候就曾經親口提過，佢自己係滿族正黃旗人，屬於烏雅氏。烏雅氏在清朝都係非常顯赫，雍正皇帝嘅生母德妃烏雅氏就是來自呢個家族。吳京仲話佢祖上好幾代都係武將，出過好幾位武狀元。咸豐皇帝仲曾經親手題字賜過一塊武徽嘅牌匾俾佢哋家，所以吳京由細到大就被老豆逼住練武，身上嗰種為國效力、鐵骨錚錚嘅硬漢形象，根本唔係演突嚟嘅，而係流淌在血液入面，世代相傳嘅滿洲武將基因。聽到呢度，你可能會問，通通都係八大姓氏，但最核心、最尊貴嘅愛新覺羅郭姓後人呢？通通去咗邊？難道佢哋無人入娛樂圈？當然有，不過因為愛新覺羅呢個姓氏實在太過敏感，在過去幾十年嘅政治環境同社會氛圍下，呢個姓氏太容易招惹是非，所以大部分核心皇室後人入行嘅時候都會改名換姓。好似在香港電影金像獎度屢獲殊榮，執導過無數經典警匪片同文藝片嘅大導演爾東劵，大家知唔知佢其實都有滿族血統？爾東操嘅阿媽紅薇係40年代非常著名嘅紅星，紅薇本身就是滿族人，本姓那，而爾東操本身嘅家族亦都有着深厚嘅北方背景，佢哋一家在香港電影界開枝散葉。秦沛、姜大衛、爾東楷三兄弟雖然同母異父，但係每個人身上都帶着一種與生俱來嘅貴氣同氣骨風範。仲有一位可能大家意想不到，就係在內地演藝界被尊稱為老戲骨，演活咗無數帝王將相角色嘅大演員黃剛。黃剛最出名嘅角色就係在宰相劉羅鍋同鐵齒銅牙紀曉嵐入面飾演大貪官和珅，佢演和珅演到活靈活現，入木三分，搞到全中國嘅觀眾一見到黃剛就覺得佢就是和珅本人。但係歷史最諷刺亦都最有趣嘅地方就在於，黃剛本身其實係滿族人，在戲入面佢係奴才，和珅要對住乾隆皇帝奴顏皮實，但在現實生活入面，如果論血統，黃剛隨時比好多人更接近當年的八旗貴族。呢種歷史嘅巧合真係令人不得不感嘆命運嘅奇妙。除了呢班老一輩嘅藝術家，年輕一代入面亦都有愛新覺羅嘅身影，好似有一位低調嘅內地女演員，名字就叫做愛新覺羅啟星，佢係真正保留咗自己原本姓氏出道的演員。佢嘅曾祖父是清朝末年的嫡系皇族，論輩分，佢係溥儀嘅近親。啟星生得非常清秀，帶有一種古典美人嘅溫婉氣質。雖然佢在娛樂圈無大紅大紫，但係佢一直默默地拍戲，用自己嘅方式在現代社會度延續住呢個曾經統治中國200幾年嘅家族嘅尊嚴。睇完呢班大明星嘅身世，我哋不妨將目光放得更遠少少，去探討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
清朝滅亡之後，除咗呢班加入娛樂圈或者改名換姓做普通人嘅十幾萬皇族之外，成個滿族群體以及大清皇室嘅核心力量，到底在歷史嘅洪流度經歷咗點樣嘅命遷徙同變化？在1912年清朝正式滅亡嘅時候，十幾萬皇族同埋幾百萬八旗子弟，主要集中在3個地方。第一，當然就係大清嘅首都北京；第二係滿族人嘅發源地、祖宗隆興之地東北3省，即係遼寧、吉林同黑龍江；第三係分佈在全國各個重要軍事重鎮嘅八旗駐防部隊，好似西安、廣州、杭州、成都等等。喺北京嘅呢班皇族經歷咗最直接亦都最殘酷嘅心理落差。清朝剛滅亡嗰幾年，因為有優待條件，有啲王爺貝勒仲可以靠住以前積攢落嚟嘅金銀珠寶、古玩字畫維持住表面嘅風光。佢哋每日照樣去茶館飲茶、聽戲、抽鴉片，過住今朝有酒今朝醉嘅生活。但係呢班人根本無資產階級嘅理財觀念，在佢哋眼入面，錢是用嚟使嘅，唔是用嚟生錢嘅。加上當時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不堪，貨幣貶值，很多騙子專門盯着呢班無社會經驗、大安主義嘅清朝為老為少，用各種名目去呃佢哋嘅錢。到了1924年，事情發生咗根本性嘅轉變，直係軍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派兵包圍紫禁城，強行廢除咗清室優待條件，將溥儀同埋所有皇室成員通通趕出咗紫禁城。呢個歷史事件被稱為逼宮事件。紫禁城大門一關，代表住大清小朝廷最後一塊遮羞布都被徹底撕碎。溥儀帶住皇后婉容、淑妃文秀倉皇逃往天津租界，而依附在紫禁城周圍生活嘅最後一批皇室宗親，亦都徹底失去咗依靠。呢個時候嘅北京皇族生活陷入咗極度嘅困頓，有份量、有地位嘅王爺，好似恭親王、肅親王嘅後人，開始變賣王府。北京城入面那些佔地幾十畝、雕梁畫棟嘅大王府，一件一件被變賣給新興嘅軍閥或者外國洋行。而那些遠房嘅愛新覺羅宗室，因為無王府可賣，又無一技之長，為咗有食，開始放低所有尊嚴。有啲人去街邊擺地攤，賣自己屋企剩返嘅舊衫舊鞋；有啲人走去拉人力車，即係我哋俗稱嘅黃包車。更有甚者，有啲往日尊貴嘅格格、福晉，因為生活所迫，無奈之下墮入紅塵，流落到八大胡同入面做風塵女子。有一段真實嘅歷史記載，說在20世紀20年代尾嘅北京街頭，如果你叫一架黃包車，拉車嘅車嗨雖然衣衫襤褸、面容憔悴，但係一開口說話，卻是一口絕對純正、字正腔圓嘅北京官話，而且禮貌周全。舉手投足之間，隱隱約約帶有一種大世家嘅規矩。你落車俾錢嗰陣，隨手多賞佢幾個銅板，佢會微微躬身，向你打個清朝皇族特有嘅簽。呢種人十之八九就是當年改咗姓金或者姓羅嘅愛新覺羅氏子弟，由主宰天下嘅皇親國戚變成街頭出苦力嘅車嗨。呢種巨大的命運落差，真係令人唏噓不已。而選擇離開北京，跟隨溥儀前往東北嘅那一部分皇族，命運就更加坎坷同複雜。1931年918事變之後，日本關東軍控制咗整個中國東北，為咗合法化佢哋嘅侵略行為，日本人盯上咗一心想要復辟大清江山嘅溥儀。1932年，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溥儀執政，後來又改稱皇帝。當時有一批對大清朝依然抱有幻想，或者在北京實在過唔落去嘅皇室宗親，紛紛北上東北，投奔偽滿洲國。佢哋以為可以重新過返以前做官、做貴族嘅好日子，但係現實是非常之骨感嘅。偽滿洲國實際上完全由日本關東軍在幕後操縱，溥儀只不過是一個徹頭徹尾嘅傀儡皇帝，佢連自己出入行蹤說什麼話都無自由。去到長春嘅皇室後人，除咗少數人被安排在偽滿洲國嘅政府機關度做些虛職之外，大部分人都被日本人嚴密監控，
到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偽滿洲國亦都隨之土崩瓦解。溥儀在逃亡蘇聯嘅途中被紅軍俘虜，而留在長春同埋東北各地嘅皇室成員，再次成為了歷史嘅罪人同清算嘅對象。佢哋在戰亂入面四散逃亡，有啲人死於非命，有啲人被送去勞動改造，有啲人則徹底隱瞞身份，隱姓埋名在東北嘅深山老林或者偏遠農村度落戶，成為了地地道道嘅農民。經過呢兩輪大洗牌，愛新覺羅這個姓氏在東北這片祖先發源嘅土地上，真正地完成咗由皇權巔峰向社會最底層嘅轉變。講完北京同東北，我哋再嚟睇下第三部分，亦都係同我哋華南地區，特別是同廣東、香港最息息相關嘅一班人——南方駐防八旗嘅後代。大家可能未必知道，清朝在全盛時期，為了控制南方嘅漢族反抗勢力，在很多南方大城市都派駐咗重兵，建立了專門嘅八旗駐防城。好似廣州，在清朝嘅時候就有非常龐大嘅廣州駐防八旗，主要由滿洲八旗同蒙古八旗組成。廣州今日嘅很多地名，好似將軍東、光塔路附近，當年都是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居住嘅地方。辛亥革命爆發嘅時候，廣東嘅局勢其實相對平穩。當時嘅廣州將軍鳳山雖然被革命黨人炸死，但隨後接任嘅滿族官員知道大勢已去，為了避免全城生靈塗炭，主動選擇了同革命軍和平談判。最終，廣州嘅八旗駐防部隊宣布和平繳械，革命軍亦都履行承諾，無在廣州城內對滿族人進行大規模嘅清洗。雖然保住咗條命，但係呢班在廣州生活咗幾代人嘅滿族旗人，同樣面臨失去經濟來源嘅危機。佢哋同北京嘅親戚一樣，平時靠領取朝廷口糧度日，唔識農桑，唔識經商。清朝一滅亡，為咗生存，佢哋必須迅速本土化。佢哋脫下旗裝，換上唐裝，改用漢姓，比如姓佟，街市嘅改成姓佟；姓瓜爾，街市嘅改成姓關；姓鈕，酷陸氏嘅改成姓郎或者鈕。最重要嘅係，佢哋要學講廣東話。你要知道，原先呢班駐防旗人喺旗城入面，生活習慣、語言都係講北方嘅滿語或者北京官話，但係為咗不被周圍嘅廣東本地人排斥，佢哋用咗極短嘅時間，逼自己同仔女學會咗一口流利、帶有本地口音嘅粵語。隨住時間嘅推移，呢班滿族後裔徹底融入咗嶺南文化入面。今日如果你去廣州或者珠三角一帶，問一啲年長嘅街坊，佢哋可能會話俾你聽，佢哋祖上其實係滿洲旗人，但係到咗今日，除了身份證上民族那一欄仲寫住滿族之外，佢哋嘅日常生活習慣、飲食、嗜好以至語言，已經同一個地道嘅廣東人冇任何分別，一樣中意飲早茶，一樣中意飲老火靚湯。而喺呢個融入南方嘅過程入面，有一部分滿族後裔隨住20世紀中葉嘅幾次移民潮，進一步南下，來到了香港。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在20世紀40年代、50年代吸引了大量來自內地各省市嘅移民，其中就包括咗不少改名換姓嘅滿清皇族同埋八旗後裔。佢哋來到香港之後，面對呢個完全陌生、以粵語同英語為主導、崇尚商業競爭嘅社會，過往嘅皇族身份非但不能帶來任何特權，反而成為了一種沉重嘅歷史包袱。所以來到香港嘅滿族人，往往比在內地嘅人更加低調，更加唔願意提起自己嘅祖先。佢哋隱沒在深水埗、旺角、銅鑼灣嘅大小街巷入面，有啲人做小生意，有啲人去工廠打工，有啲人則憑藉祖上流傳落嚟嘅一點文化底蘊，進入了學校做老師，或者進入了當時剛剛起步嘅香港文化界、電影界。就係喺呢種背景下，香港娛樂圈在60、70年代開始，慢慢出現咗我哋頭先提到嘅那一批具有滿族血統嘅演藝明星。講到呢度，我哋可以清晰地睇到，從1912年大清滅亡到今日21世紀，這10幾萬甚至幾十萬清朝皇族後裔嘅命運軌跡，佢哋大致經歷了3個階層嘅演變。第一階層
是回歸平民，這是絕大多數皇族後裔嘅選擇。佢哋改姓為金、關、納、趙、郎，徹底放低了歷史嘅包袱，用一雙手去自食其力。佢哋做過司機，拉過黃包車，做過工人，做過普通文員，在歷史嘅巨輪之下，昔日嘅皇親國戚，最終化作了14億普通百姓入面嘅一員，過着柴米油鹽、平淡但係踏實嘅日子。第二階層是文化傳承，有相當一部分皇族後裔雖然失去了權力和財富，但係皇室家庭世代相傳嘅文化修養、對藝術嘅熏陶，依然保存在佢哋嘅基因入面。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書法界、畫壇、傳統戲曲、鋼琴演奏，以至現代嘅電影娛樂圈入面，滿族後裔嘅比例會奇高。佢哋用自己嘅文藝天賦，在另一個舞台上重新贏得了社會嘅尊重和矚目。第三階層則是歷史嘅反思與守望。時至今日，在中國內地，其實仲有一小部分外新覺羅嘅後人，在政策允許嘅範圍內，開始重新用回自己原本嘅滿族名字，或者熱衷於研究和保護滿族的傳統文化、語言和服飾。佢哋這樣做，並不是為了想要復辟什麼封建王朝，因為大家都明白歷史在前進，民主和平等才是現代社會嘅基石。佢哋之所以這樣做，更多的是出於一種對家族歷史嘅追憶，一種對多元文化嘅保護。喺今日呢個包容開放嘅時代，我哋再去睇呢班大明星嘅皇室背景，或者去討論邊個係格格，邊個係阿哥，已經完全無了當年的政治敏感度，取而代之嘅是一種茶餘飯後嘅歷史趣味和文化笑談。當你下一次在電視機上面睇到關之琳嘅經典電影，聽着林子祥高亢嘅歌聲，看着吳京在銀幕上展現中國功夫，或者在新聞度睇到郎朗在國際舞台上彈奏鋼琴嘅時候，你不妨可以喺心入面同自己講一聲，原來歷史離我哋一啲都唔遠。那些曾經在教科書入面、在古裝劇入面高高在上、主宰歷史風雲嘅滿清皇族，其實並無消失，佢哋只不過是換了一種方式，用歌聲、用演技、用琴聲，繼續在我們這個時代陪伴住我哋每一個人嘅日常生活。這就是歷史最迷人，亦都最奇妙嘅地方。朝代可以更替，權力可以散盡，但係生命嘅頑強、文化嘅延續，卻會像一條看不見嘅河流，穿過百年的風沙，最終融入到我哋每一個人嘅血脈同生活入面。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大清皇族後裔去向嘅歷史秘聞就去到呢度啦。各位街坊市民，如果你哋覺得呢個故事聽得過癮，記得點讚、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同埋訂閱我哋。你哋嘅支持係我繼續去發掘更多不為人知歷史秘密嘅最大動力。我哋下期再見，拜拜。